實同我爸爸媽媽幫我改個名，點解叫林奕華一樣嘅啫，就係你覺得佢需要有一個人人叫得出佢係邊個嘅符號，始終你自己去活出你嘅人生嘅話，佢係獨特嘅，咁所以我先至會加咗非常兩個字喺前邊。所謂非常嘅意思就係譬如話你點樣去表達自己，或者你點樣同人溝通，尤其是當你係做戲劇。咁我都會揾到咗個主題之後，我將佢當成咗係一個律師或者一個偵探遇到一單案件，然後希望打爛沙盤問到底，然後希望揾到一啲我攞起支筆嘅時候，其實我自己都唔知道原來我會寫嘅嘢。咁呢一種有陣時我將佢叫做係一種冒險精神，或者係一種探險嘅一種心態，係好唔安全㗎。因為呢樣嘢係同我哋一貫以嚟嘅教育啦，同埋我哋嘅價值觀唔太一樣。到底我哋係一個民族係比較追求安全嘅，但係呢啲嘢全部唔係無中生有嘅，呢啲嘢全部都係佢已經存在咗。不過我希望揾到一個唔同嘅角度去睇佢，所以其實亦都係好平常嘅事。平常到係咩呢？就係我啲戲劇嘅內容好多時候對有啲觀眾嚟講就係話只不過佢冇留意到，或者佢冇諗到可以換個角度去睇件事。咁所以我同觀眾，我覺得好似喺戲劇上嘅交流，或者會喺形式上邊俾到佢哋一啲新鮮感，或者係一啲唔熟悉嘅，覺得好似係忽然間見到一樣佢冇想過嘅嘢。但嗰個作品嘅核心，永遠都係同我哋大家經歷嘅嗰啲事情有關嘅。生老病死，或者係喺一個城市裏邊經常會有嘅各種焦慮同困惑。咁所以佢既係唔同，但係其實佢亦都非常非常之一樣。交翻男人出嚟，俾翻個男人我啊！俾翻個男人我啊！喺我哋呢個文化裏邊咧，經常會俾人問嘅第一個問題就係明唔明㗎？睇唔睇得明㗎？有冇人肯同你一齊去睇嗰出戲啊？睇完出戲之後，有冇人可以同你傾到偈啊？我唔明個導演點解要我哋去思考問題，然後我自己又冇辦法即時可以帶走一啲答案。咁但係如果當我正正就係要做一啲作品，係希望觀眾帶走一啲問號嚇，於是乎佢必須要開始同自己溝通嘅話，咁喺周圍嘅環境，呢種戲劇就係進入一種叫做非常嘅狀態。市面上有好多戲就係佢要賣得嘅話，就係一呼百諾。就係好多人就話：哎呀，呢出戲做啦，你睇唔睇啊？你睇唔睇啊？你睇唔睇啊？咁然後即刻就訂15張飛，然後大家去到嗰度好開心。咁但係我發現咧，我坐喺個包括連望落去，我啲觀眾咧經常係一個入嚟，一個入嚟，一個入嚟，所以要填滿個觀眾席咧，其實要好長時間嘅。我再睇翻原來呢20幾年嘅作品咧，你識晒啲聲咧，佢係一幅畫面，一幅畫面，一幅畫面。佢係不斷有行動，有行動，有行動。識晒嗰啲聲之後睇咧，你會知道原來呢啲行動佢本身亦都係有佢嘅敘事，亦都即係話另一種文本嚟嘅。不論你認唔認同呢啲叫 dance 都好，但係佢的而且確就係有咗 dance 嘅一個內核喺度，就係通過你嘅肢體，通過你嘅走動。通過你喺一個空間裏邊去同人分享或者同人交流，其實你而家係一種點樣樣嘅情緒狀態，同埋其實你講緊乜嘢故事？情感喺個舞台上邊咧係應該立體嘅。我哋睇一個海點解可以睇好耐咧？我哋睇雲點解可以睇好耐咧？正正就係因為佢哋嗰個流動，或者係佢哋嗰個潮來潮落，所有嘅呢啲嘢。表面上好似係平常係有晒定律嘅，但係每個人睇到嘅其實都唔一樣，因為每個人睇住佢嘅時候咧，係會用嚟去印證翻佢自己內心裏邊嘅平靜，或者係佢嘅澎湃。所以動線點解亦都係一種 language 嚟，其實等於海同雲喺度同你講緊嘢，風吹草動同你講緊嘢係一模一樣嘅。寫實對我嚟到講，放喺個舞台上邊係好大好大嘅障礙嚟。因為佢會令時間變得停滯，
或者係佢會令到嗰啲時間咧係冇咗想像空間。咁所以大家見到嘅嘢就好似一分就一分，一秒就一秒。但係我覺得舞台上邊唔係咁樣嘅。舞台上邊你用一句台詞，其實可以有辦法令到觀眾見到呢個人嘅一生。所以佢講呢句台詞嘅時候，用寫實嘅方式就係佢拎起個茶杯飲一啖，慢慢講3個字，跟住搞下嗰啲糖，又講2個字，跟住放翻低講4個字，然後完成一句説話。咁嗰個就對我嚟講係一個真實時間。但係如果我要佢呢一句説話係由呢度行去嗰度，然後中間再出現佢媽媽，然後跟住落咗場雨，同一句説話，其實我哋睇到嘅嘢已經唔一樣。咁所以我追求嘅就係點樣令到一個劇本可以有更多嘅前世今生，我哋叫做 context， 令到觀眾睇嘅時候，佢忽然間進入咗去另外一個世界，而唔係嗰個現實世界。譬如我做《心經》，我自己導演嘅第一出戲，由頭到尾重複緊同一個 birthday party， 不過係由舞台嘅呢邊轉換到呢一邊，再由呢一邊又轉換翻嚟呢一邊。咁佢已經係用咗空間調度，同埋用咗身體嚟到去話俾觀眾聽。你唔係淨係聽嘅，你唔係淨係睇演員嘅表演，你其實係要睇緊點解變化會喺一種有限嘅環境當中變成無限，而你要喺呢一種變化當中揾到咗你欣賞，或者係揾到咗你去同佢交流嘅嗰啲契機，或者係樂趣。時間同埋空間就係導演本身嘅語言手法，或者係佢個觀點最重要嘅嗰個戳引。咁所以變咗咧，應該唔同嘅導演咧，佢其實都可以帶俾佢唔同嘅觀眾時間觀、空間觀，以至嗰個觀劇嘅經驗係好獨特㗎。正正係喺最正常嘅一啲場景裏邊發生一啲所謂好非常嘅事情，然後呢啲非常嘅事情折射翻出嚟嘅，正正係我哋壓抑住嘅嗰種平常心。咁所以你入到去個劇場裏邊，就係一塊鏡啦。最俗套嘅比喻就係幫助你去揾翻，其實你喺邊一個人生嘅轉角嗰度掉失咗你嗰個快樂嘅自己，或者係嗰個本來有潛質嘅自己。如果你要講話呢25年嚟由做第一部作品睇到而家嘅話，我會覺得原來20幾年都係做同一出戲啫。其實一直以嚟講緊嘅都係一個主題嘅啫，就係叫做成長嘅困難，或者認同出現困難，點樣去逃離孤獨，然後去令到自己成為一個受歡迎嘅人。冚唪唥呢啲嘢，對於我而家嚟到睇，同埋我25歲睇，當然個分別係好大。25歲嘅時候，你想擁有呢啲嘢，但係而家呢個時候，你相對明白呢啲嘢對自己嘅意義，甚至你開始覺得呢啲嘢係虛幻，或者呢啲嘢其實唔能夠幫助你成長，咁你先至開始慢慢好似係有咗一種成長。我成日都笑㗎，但係我完全冇感覺㗎，你哋全部都冇感覺㗎。我睇返好多自己早期少少嘅作品咧。我自己都有啲驚訝，或者甚至忍唔住流眼淚嘅地方咧，就係當時我當嗰啲係遊戲嚟嘅啫。90年代、2000年初，我同佢哋排戲玩嘅啫。今日我再睇翻，其實佢哋係比喻嚟嘅。呢一啲喺度玩嘅人咧，當時個個都10幾20歲，但係如果佢作為一個比喻嘅話咧，真係對有好多人嚟到講。佢可能到50歲，佢都走唔出嗰啲遊戲。嗰啲遊戲就係自己同自己條尾喺度捉迷藏啊！成長唔到嘅理由係因為我哋太快想有一個安定，因為你害怕面對一個未知啊！我哋想一談戀愛，我哋就可以有一個結婚嘅對象，或者調翻轉頭就係我永遠都唔結婚。咁樣嘅話咧，我就可以永遠都談戀愛。但係呢啲都係有咗個答案，有咗個立場，有咗個結論之後，你先至開始展開你嘅人生。咁成長其實就係一種無限嚟噶嘛。但係你逃避成長就係你先劃定一個
地方先劃定一個即係四方框喺度，就係話我唔會走出呢度嘅。咁你拎個袋咩啊？潮流咯，呢度係潮流，咁呢本咩嚟㗎？垃圾咯，咁呢本垃圾教啲咩人出嚟啊？問佢哋啊。我都係不斷喺度經歷緊成長嘅困難。我係點樣吸收養分嘅咧？我一定係從好多嘅流行文化，或者係從一啲通俗嘅文學或者係電影諸如此類呢啲嘢咧，去感受自己嘅存在嘅。所有嘅嘢其實你可以講話係被灌輸入去，然後我喺當中去作出一啲選擇。我希望由呢個樽嗰度跳咗出嚟就好似你係一朵花，你唔希望即係種喺一個盆，而係希望翻去一個大地上面咁樣。所以呢個係有一個過程嘅，以至到我而家去睇緊一啲20幾年前嘅我或者係10幾年前嘅我或者幾年前嘅我，佢已經唔單止係一個我嚟㗎啦，佢其實亦都包含咗有好多他，有好多其他人，或者亦都係有嗰啲其他人，然後先至有我。時間對於我嚟講就係我嘅自覺性嘅培養。自覺嘅意思就係你多個自己跳出嚟，甚至多幾個自己跳出嚟，從唔同嘅角度嚟到去睇返，其實你最在意嘅嗰個自己，而家正喺度經歷緊一啲乜嘢？因為如果你冇自覺嘅話咧，你可能係一直停滯於某一個你解決唔到嘅問題。咁所以我覺得戲劇咧，亦都係幫助觀眾產生多啲自覺。地圖是不是就是命運？快告訴我 Google 怎麼說？你問我嘅未來係點樣？唔係只係 subject to 我自己嘅時間觀，亦都係同而家呢個人類嘅時間觀係非常有關係，因為我哋係並存喺同一個空間裏邊。我哋有一個逃避不了嘅責任，或者某一個程度上面嘅宿命，就係你係生出嚟係屬於呢一個經歷過咁多戰亂，經歷過咁多天災人禍，經歷過咁多考驗嘅一個民族。所以你今日表面上同唐朝同5代十國冇關係，但係實際上面係有關係嘅。嗰個叫做文化嗰個亦都係你嘅一個臍帶嚟。那女孩大雪地裏為什麼抽柴火？比賽。我今日已經喺度學習緊，唔好去經常掛喺口唇邊，就係話，唉，我哋華人就係咁樣噶啦因為你只係喺呢一個長河裏邊嘅其中一個階段。咁所以我都喺度學習緊成長，其實就係你接受你係呢一個階段裏邊存在，然後你喺呢個階段裏邊做最多你覺得可以做嘅事情。人生最特別嘅地方就係佢係春夏秋冬4季，所以你由一個溫度轉去另外一個溫度嘅時候，佢會俾你感受到同外界之間嘅嗰個感覺嘅差異，而呢個差異正正就係會令到你開始唔係淨係睇到自己，即係你會將自己慢慢融翻入去成個自然環境嗰度嚟到去睇到，除咗你係一條草、一朵花或者一棵樹之外，仲有其他。一盞燈未熄咧，其實佢都仲係有光。咁呢個光度其實係可以照見啲乜嘢咧？大抑或小咧？都仲係可以調整嘅。我唔覺得有好多事情係可以改變到嘅，但係我覺得你嘗試去明白點解佢改變唔到嘅話，你能夠揾到咗一啲原因，其實你都有經歷一個過程。咁所以個過程對我嚟講，而家其實係重要過一切嘅。